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桃园一个便利商店的店员叫人客爱挂喙暗名，这人客就举刀甲抬，造成这个店员不幸死亡。捷运三英线昨晖发生公安的事故，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目前是先停工。新北市府嘛，甲外包厂商罚84万。明仔方面甲冷空气到位，北部会较淡湿、较凉冷。拜二、拜三透早上寒，温度敢若13度，山顶可能会落雪。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又搁发生有便利商店的店员上班的时阵遭攻击的案件。桃园龟山一个伫便利商店上夜班的店员，甲一个姓蒋的人客讲，叫伊就爱挂喙暗，想袂到这个人客就举刀啊，对这个店员的胸坎全安尼甲拄落。这个店员送病院了后，因为失血过多，也是救无倒来。这个姓蒋的查甫人，目前是已经去互警方抓起来啊。超商店门口有封锁线，大楼清洁人员来清理血迹。礼拜透早4点，一个41岁姓蒋的查甫人无挂喙暗来超商买物件，去互店员阻止。伊转厝摕喙暗再倒来买物件，甲店员冤家，将喙暗弹伫店员的身上。姓蒋的查甫人尾后第3届过来到便利商店，涉嫌摕身上藏的刀向店员拄几落刀。店员奋勇抢下刀刃后，在超商门外失血过多，不知倒地。民众目击报警处理。范闲在离开时被赶到了远警制服，店员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范闲疑似有精神疾病，就医情形，目前案情厘清中，全案依杀人罪侦办。警消缉捕前往现场时阵，店员已经唔知人啊，倒边胸坎一直流血。虽然第一时间送医，暗过抢救救无倒来。这个意外发生伫透早，都是便利商店大夜班的时间。店内敢若一个店职员上班，无人支援。店员爸爸知影这个消息，赶到现场，相当悲伤。很怪，很正常啊，那发生不幸也没有办法。政府除了要这些员工来，做这个防疫的这样子的措施之外，也要督促雇主要对这些员工在执行这样子的业务的时候有多一点的照顾。工商协会指出，这个毋是头一届第一线劳工协助政府防疫发生工伤事件，包括9月底发生伫屏东有女店员互查甫人攻击目睭；10月底台中也发生超商的大夜班查甫店员提醒人客挂喙暗去互拍。大夜班员工原本伫工作的时阵，都爱一个人面对各种的突发状况，即马也搁爱协助防疫的压力。政府甲雇主应该互因搁较侪资源，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国内今仔日无新增加本土病例，不过有9个带病入境，其中包括原底要去万金石马拉松庆雅的选手。这个个案伫入境迄天甲采检期满的时阵，采检拢是阴性。自主健康管理的时阵才验出是阳性，不过也是有酷热12个接触者。国内礼拜新增加9件境外移入新冠肺炎个案，其中案16636是来台湾参加万金石马拉松的昆亚一个选手，入境前做过2剂 AZ 疫苗，入境的时阵加检验期满前采验拢是阴性，自主健康管理局验出阳性。研判它还是这个属于过去的一个感染哦。那另外个案，因为什么它的同行的11位的选手也会被列为居家隔离？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有一起练习哦。这位中心研判，这个案应该是旧案，不过也是酷热12个接触者，包含11位做伙入境的选手，甲一个做伙来工作人员。国际疫情起起落落，虽然台湾疫情转好，不过医师烦恼，安尼造成疫苗延慢注。扣除未使注疫苗的12岁以下的儿童，安尼换算起来，也有100多万人连第一剂都还未注。万一变种病毒入侵社区，就会快速传开。事实上，到目前还有190万的民众是连1剂都还没有施打。我想这也是令我们比较忧心的地方。那明年如果我们的边境在逐步开放解封的过程之中，一定会让社区的风险会逐步的提高。所以，如果我们在明年要逐步开放边境的过程中，没办法继续提高疫苗覆盖率的话，那我们的社区的风险就会加大。医师分析，明年2月以后，国境有可能慢慢开放。建议政府会当考虑公共场所限制注过2剂疫苗的人，才会当出入这种管制措施，来增加国人注疫苗的意愿，避免在解封了后爆发疫情。截至目前为止，咱国新冠疫苗第2剂注射率是46.8%，也未超过一半。记者综合报道。捷运的三英线昨晖发生公安的事故，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
新北地检署今仔日以涉嫌过失致死罪，约谈工地现场细件的负责人，还有阿摩车姓位的负责人，甲南马空车的司机等等3个人到案来说明。目前是先停工，那新北市府嘛，甲外包厂商罚84万。目前有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吗？不晓得，应该调查。秘书审问时，只是讲也伫调查，检方为了调查质问3名工程发生工案事故的原因，21兆涉嫌过失致死的罪嫌，约谈姓简的工地现场负责人、姓黄的阿门头灌浆车公司负责人，也有姓杨的灌浆车司机到案来说明。有什么要对家属说的吗？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那目前了解是因为有赶工还是什么才导致这个意外吗？没有，这个没有赶工问题。工地负责人对罹难者家属下失礼，并且讲无为着官司造成损失。质问3名线20在三级的嘉兴路甲嘉福路口施作高级灌浆工程作业，敢若亲像帮无憋气造成倒来，有4个工人对3楼管的应急摔落，造成3个人死亡。到底事故是安怎发生的？质问局甲土木技术工会重回司法工地来勘查翕相记录。就一些模板跟支撑的一些细部结合的一个构件的一个结合情况，这个也是必须由之前的一个施工图说好去做进一步的调查跟确认。是不是整个钢架的支柱的这个支撑点是不是因为老旧，或是因为在支撑的结构上的计算上有什么误差？真正的问题找出来。由施工的面积真大，厂商是毋是按照设计图甲计划书来执行，拢进一步来确认。新北市政府已经下令工地来停工，配合调查。质问局是认定施工厂商永钢工程公司在施工上有疏失，造成人员的伤亡，依照契约罚款84万块，并且强调，若是查出责任归属，也是会包商，会搁加重责任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天气，有一波冷空气就要来啊！今仔日是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嘛真温暖。不过对今仔日暗时开始，水气比较会较高。拜一方面，甲冷空气到位，温度就会一个手降真济。拜二、拜三透早上寒，温度可能干那13度。预计最低温的时间点呢，会出现在礼拜2的清晨到礼拜3的清晨这段期间。我们预测最低温呢，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大概是13到15度，那其他地方呢，则是大约16到17度左右的温度。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全台都是比较凉冷的，而且有明显的温度差。这波冷空气水汽是不离高，气象局预估海拔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拜一日啊可能会落雪。若中部以北的沿海较空旷的所在，温度是13度至15度，其他的所在是16度至17度。这几天啊，早暗会较凉冷，温度可能会差到10度。这个冷空气爱到拜三才会减弱，拜四的温度才会比较小落。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8是正式营运，不过中国嘛随有动作来甲立陶宛施压，日伊宣布甲立陶宛的外交关系当作是上佳一击。另外，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干扰，11月初到呾是拢无效果，今仔日早起佫侵扰咱国的西南空域。咱的国军用广播来讲驱离的时阵，这中国军机有影是真超过，拢无伫信道。咱国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8正式挂牌运作，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21日发声明宣布，甲立陶宛外交关系降为最低一级代办级，讲互台湾设代表处是伫制造一中一台，搁呛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一切后果。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外交部进前也发表声明回应，对中国将两国关系降级这件代志表示遗憾。佮讲立陶宛再次声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过同时立陶宛有权扩大甲台湾合作。学者分析，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毋是正式的大使馆，甲其他欧盟会员国伫台湾所设立的代表处并无甚物无共。中国出动手制裁立陶宛，主要是为了阻止其他欧盟各国烦恼讲出现骨牌效应。不过，这种做法恐惊引起欧盟其他国家的反感。显然的，
他是想要嚇阻其他在台湾有那个办事处的欧盟的国家。那中国很显然的现在是以大欺小，要去支配以及改变那些国家他对台湾一中政策的作为。那这个东西会引起欧盟的反弹。另外一方面，中国对台军事的扰乱，为11月份开始到即马也毋断过。21早起，佫4遍进入咱 ADIZ 西南空域，咱空军升空广播赶走，说起互中国呛声。一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继续飞去了，我正在执行厉害项任务。根据国防部统计，中国军机今年累计进入咱空域237天，拢总801台架次。11月份累计进咱空域已经21天，拢总94架次。记者综合报道。离12月18公投已经剩无甲1个月，那两党今仔日拢伫各地举办公投的宣传演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去桃园的时阵，就批评总统蔡英文因过答应讲要保护海草大，煞无照片照行。因那副总统赖清德是伫咧中部，伊讲海草大的议题关系到天然气的发展，对中部改善空气污染的问题会有帮助。8岁过桃园县长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头一场桃园的公投宣讲，现场的乡亲真会面子。伊讲国民党无反对美国猪肉，无反对内地，批评民进党无顾欠电的可能，推动恢复家园，无愿意重新启动核四。公投摆目大选，有算甲时间成本更加悬，也以桃园在地海草大议题批评总统蔡英文无实现伊所讲的话，希望民众公投投下4个同意票。到我们观音的藻礁立了一个藻礁永存，提那个名字叫做蔡英文，真的很巧。现在要破坏藻礁，那一位也叫蔡英文。另外，这边发出誓的无同意的民进党副总统赖清德到台中公投来宣讲，除了这期公投北大选造成选务真乱，也市场安全有问题，无度重新来启动。另外，海草大议题影响是天然气发电，对台中地区减少中火污染有帮助。接收站做好天然气接来就要发电啊！一年会当发偌济电，大家知唔知？137亿度啦！啊，你即摆若无天然气吼？咱台中市民要求的燃煤、火力发电要降载，这就差不多是加讲的啊，敢唔是安尼？除了讲海草大，赖清德强调，内地的议题已经被操作成是政治的问题，若是民众投赞成票，可能影响咱国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苗栗甲台中的观众朋友，11月30早起9点开始会停水47点钟，到时会有20万户受到影响。即届因为换供线相关的工程，会停水47点钟。停水的时间是对11月30早起9点到12月初2早起8点结束。苗栗县停水的有要挖1万户，因那台中市是17万8千户，减压供水的是1万3千户。这嘛是从今年4月份可换中部实施用水5天停2天的措施以来上大规模的停水。水公司请民众都爱多多体谅，嘛提醒大家爱提早欠水。苗栗有一个民众去爬雨山，煞伫落山的时阵无细意去跌倒，骨头哪像是断去，消防人员赶紧甲伊送去病院。另外，伫南投的秀城大山，传出有一个人从昨昏家己一个人去爬山了后，就失去联络，目前是已经通报警消来斗找人。大家斗阵，加伤者固定伫个沿港徛大桥顶面，6名警消人员准备运送这名登山客入山。我带你去医院了哈。这边从20早去爬苗栗太阳乡的虎山，过程中无细力绊倒，造成头壳受伤。这边脚头骨敢若断去，消防局太阳分队入山找到伤者，并且协助伊登来登山口送病医治疗。到达现场便以立即做评估，对患者做简单的处置，再以 SKD 加以固定，以人力搬运接驳的方式搬运下山，再送往卫生福利部苗栗医院救治。另外，伫南投一个姓李的登山客，20透早家己去爬秀城大山，甲家属约伫个玻璃会合，确实拢无出现，手机也关起来。家属伫面册登山社团发文，希望最近有爬秀城大山的山友到3天来注意，也赶紧通报警消来找人。结果消防队员发现，这个登山客车永远放伫个登山口，离透早赶紧来展开搜救。6点26分的时候，确认车子还在现场。那我们
就当时就由这3名同仁沿着他本来规划的首城大山路线进去搜寻，这样子。小社大山悬大约2420公尺，以路途长、爬升悬，就拿真豪宅出名。消防队表示，伊原一直咧找这个登山客，不过到这阵为止拢还未找到。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市有3间焚化厂，对11月份开始要做1年1届的保养甲修理，敢若剩一个出入口伫处理粪扫，即嘛粪扫车是排队排甲热长，拢消化袂了。环保局是赶紧启动别个所在，暂时来放这粪扫。台中市文山焚化厂外口的道路，粪扫车是排甲热长，超过20台粪扫车拢伫咧等入场落货，队伍是绵延超过400公尺。伊内底有1排嘛，外口有1排嘛，他个用地地，他个用地啊，100几台啊，100几台哦。环保局请各队的粪扫车优先入场，国民间环保公司的粪扫车只会当排队等候。粪扫车司机有的半暝3点出门，中昼收粪扫完，可是因为太车来延迟下班，排队的过程卡袂到1点钟以上，上关甚至有9点钟。啊，是当排偌久啊？1点钟以上？有啊，系啊。台中市总共有3座焚化厂，每年11月到12月展开例行税收。厂内只开一个倒粪扫的入口，烧粪扫的效率是大大降低，未付烧的就放伫咧厂区内其他的所在。现场已经出现一座细粒山，这气味更较互人无法度忍受。因为每年，焚化厂都必须要进行2次的税收，那年末的税收是大概落在11月到12月之间，所以这个会有塞车的一个状况，大概每天会有89吨的缺口。台中市环保局表示，乌里甲后里厂已经税收完成，只剩文山厂。为着让粪扫清运袂受到影响，已经启动紧急起制场，而且发放号码牌，避免粪扫车等上久。文山焚化厂要到12月19号才会税收完，时到粪扫车排队的状况才有可能解除。记者台中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个在地消息，宜兰鼓山岛今仔日透早有流行的演唱出来，至少是唱到3层楼高，还佫出现七彩的坑，游客看到是拢感觉真特别。有上海洋的船仔载游客伫咧踅鼓山岛的时阵，拄好去翕到鼓山岛有流行的演唱出来。伫演的下骹，还佫会当看到七彩坑，差不多持续几分钟久。这届记录的画面是比顶个月2倍规模还佫较大，游客嘛拢看甲真欢喜。即摆天气是哪来哪冷，不少民众会伫咧网络顶买寒人的袖啊。网络顶有人用行政执行署查封拍卖名义，真正办外箍的外套，敢若卖1000外箍，有影是真啥人捌。不过嘛是要提醒民众多细致，这招招拢是骗人的。因为行政执行署前到单，无甲民间的业者合作拍卖过。网站顶面会使看到真侪真水的羊毛的碰色衫甲皮衫，讲是行政执行署要拍卖，9万块的衫裤拍到只要1499块，不过爱细腻，因为这拢是骗人的。只有留下电子信箱，然后通常都是货到付款，可是你买了之后，它可能它的品质并不是像它当初所保证的一样。那你如果要客诉的话，可能会求偿无门，或者是你要退货也很困难。行政执行署澄清，无甲任何业者合作来拍卖，不过这已经是因第3摆发现红模样。起因就是高雄分署2017年所办的2场皮衫的拍卖，9万块的皮衫敢若卖2000块，这么小计数，当时引起真侪民众排队来抢买。超半夜出来卖。有价值的啊，而且这件也可以啊。拍卖上新闻了后，不受业者冒用拍卖名义，互俗价合理化来吸引人客。不过品质甲真假根本无保障。另外，警方调查也发现，业者差不多拢是境外 IP， 一直也卖完，也互执行署是真困扰，只有一直澄清。执行署拍卖是定期公告来举行，现场伫咧卖，提醒民众千万莫互骗去，以免发生纠纷，也找无人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家己一间旧感觉的宿舍，因为无伫咧使用啊，即马搁整修，搁再利用。有用来做表演的，嘛有用来办展览的。即马这个空间重新搁再利用，年底准备要来办台湾设计展览。伫老宿舍内底，民众当咧体验木造的课程，家己旧家甲边仔的宿舍住路，经过3年，会当利用的空间已经修好，环境变了真无共。啊，无迄阵也无整理，逐间都是要倒买海。安尼对阮遮吼，阮遮大概莫讲啥，阮遮大吼。水准嘛提悬，啊，阮这老人嘛，加足有通啊运动诶，逐项拢加足好势。这个住落当初是有8外户，到呾即阵10外户，搁住伫遮，
目前修好的一寡宿舍，除了正做工作室，也配合家己市木刀的计划，培养相关的人才。那未来实验牧场会继续推动了人才培育。那我们也已经在过去2年把人才培育的这些人，已经转移到我们市区修缮的暗场的现场。那所以有需求、有工作、有人才，那这个是我们下个阶段推动的一个重点。21日时，家己市政府伫遮举办完工下图的仪式。下个月就是台湾设计展，市政府表示，旧家家是这届主要展览场馆之一，希望边仔拄完工的宿舍住落，会当替设计展带来丰富的内容。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伫法国巴黎真有名的观光景点歌剧院，伫歌剧院大厅附近，当地时间20发生真严重的火灾。虽然是无人伤亡，不过伫当地有袂少剧院甲艺术家的故居，这是拢真有艺术的价值，嘛较历史的价值。这届火灾嘛，互法国的观光业受到真大冲击。消防车伫火灾现场来去，警方当时伫四周围有封锁线，佮呼吁民众唔通挖进现场，以免妨害救灾。这是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边仔人所翕到画面。会当看到加布前大楼这几间厝的3楼，火为窗门烧出来这情况，四周围的人看甲拢真惊吓。火灾现场附近的巴黎歌剧院广场，伫塞纳河北边。2019年4月，同款伫大火中严重毁损的巴黎圣母院，敢若离3公里的路程。所以，这个火灾让巴黎市民想到这个痛苦的记忆。Déjà, en ce qui concerne le bilan humain, il est actuellement nul. Le bilan provisoire est nul. Il n'y a pas de victimes. Et à l'arrivée des pompiers, il n'y a personne qui s'est manifesté auprès des pompiers, que ce soit au niveau des bureaux ou bien au niveau des habitations. 为空翕机这个画面会当看到火灾现场差不多规个拢伫火氛中。虽然火无圣母院迄年遐尼大，不过因为拢有相当历史甲艺术价值的建筑，室内空间阁真下，相对用真济时间才到着火点将火拍花。但是导火原因也有待消防单位查清楚。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所以，咱来关心国际疫情。袂少国家因为研发出疫苗，疫情比较有较长好。不过，伫东欧国家的疫情所传出有反苦滚价的现象。波兰、捷克甲保加利亚的死亡率目前是欧洲上悬的。那俄罗斯过一天的死亡人数嘛出现新高的纪录。救护车的声是耽误休困，要甲爱接受治疗的新冠病毒确诊患者送去病院。根据塔斯社甲莫斯科时报等俄罗斯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9至20的24点钟内，俄罗斯全国过一天新增加确诊的病例有37100多人，通报死亡的人数有1254个人。无甲一礼拜的时间，佫创下过一天新冠的纪录。虽然俄罗斯是疫情爆发以来上早研发出疫苗的几个国家之一。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种国产疫苗研发出来，不过民众无信任因的国产疫苗，历史注射意愿真低，嘛因为疫苗供货量无够，整体疫苗的注射率也无悬。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имеется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на 90 медицин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а и области, в которые мы осуществляем выдачу препаратов. Сейчас здесь 2000 спутник Лайт, Нижний Тагил, ГБ1. 莫斯科时报指出，俄罗斯整体免疫率已经超过50%，不过疫苗供应无够，所以疫情是一直咧反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讲，目前还看无疫情结束的现象。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形嘛，让人真烦恼。除了斯洛伐克死亡病例创下新高，几啊个东欧国家的疫情死亡率是比整体平均值还佫较悬。上济3个是波兰23%，保加利亚21%，捷克20%。另外，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新冠疫情的死亡率拢达到2位数。这个国家疫情要拖续到真正来共同的原因，拢是疫苗毋但欠货，相关的物流系统袂扶持，嘛对袂到第一线的需求。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天气报你知，明仔载有一波冷空气就要来啊，温度会一困头降真济。拜2至拜3的透早会上寒，温度可能敢若13度，爱到拜4才较烧热。提醒乡亲，大家都要会记得穿较少的哦。再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
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加20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加17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加14度，上悬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